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神。经过了4、2、6大游行，你感觉安怎？但是今仔日早起，到议场搁去拜访着布坤奇，大家搁握手。会使讲4、2、6大游行气势是冲冲冲，搁要继续搁来罢免赖总统，讲伊是独裁。 讲伊是绿共，那么最新的民调，欢喜甲讨厌，拢两边徛两边，这到底是安怎一回事？今仔日好好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民主進步黨新北市立委李坤城，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二位。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退休教授楊泰順，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三位，台灣地科資深委員吳錫佇，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國政基金會副研究員李正修，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咱就先來關心，那麼今仔日最新的進展，檢調真辦到假造連署案。 早起去到國民黨新北市東部來搜查，調查人員先去書記長陳金榮、書記朱培儀的厝內面去抓人，然後再去市東部協助搜查。不過新北市的這地檢署並無對外來說明。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早起就開了記者會，伊批評執政黨濫用司法，嘛強調5月20日國會。 會提起着罷免總統賴清德案，佢要求全台灣的藍營民意調查、民意代表，攏愛協助各地來罷免的立委的連署，通過第2階段會直入考核。那麼另外，基隆市東部早起嘛傳出檢調進行着搜查。檢調持續偵辦不實的連署案。 了一日針對國民黨邦橋東部、三中東部發動搜查了後，28擱去新北市東部來搜查。東部主委黃志雄證實，書記長陳金榮甲書記朱培儀分別為因兜去用帶走。新北地檢署剛才回應講，不方便證實。有2位同仁被帶走嘛？好，那原則上我們尊重司法調查，但希望公平、公正、透明。一位是書記長，一位是書記，基本上就是負責市黨部相關的工作。陳金榮甲朱培儀，因2個人去檢調，帶登去東部協助調查。早起10點外，2個人行出東部是攏無講話。新北檢方甲人帶登去調查局，詳細案情要進一步來釐清。我們尊重檢調，也希望在野黨回到一個事實的本質，違法就是違法。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開記者會，批評執政黨濫用司法，嘛強調講5月20日要佇國會提案罷免總統賴清德。不單520當天開始，國會要提出罷免案，要提出彈劾案，接下來在台灣各個角落、各個地方，我們要全面的發動各種方式的罷免賴清德的運動，這是我們 全黨上下一致的決心。國民黨新北市東部證實，包括書記長、書記甲三中區執行長這3個人攏互檢調約談，因的徛家甲辦公處嘛去用搜查，而且帶登去調查。因講尊重司法的偵辦，不過一定要公平公正來對待，希望當量早釐清案情。公視新聞新北台北報道。咱今日要看的吼，這個情勢看起來灰灰，因為啊，一早起我頭下講到議場去到這個。 國民黨黨團來拜訪，啊，他問這委員講，今日早起氣溫安怎？看起來還算 OK 啦，吼，氣溫算袂歹，算袂歹。但是你本身嘛苦主呢，吼。我嘛是，我嘛是。死亡連續幽靈人口100幾個，啊，無實際超過40%以上。無合格的。無合格的，超過4成左右啦，吼。但是你家己安怎觀察講，他都。 朱立倫佫發動講5指控了後，要來發動罷免總統。你安怎看這項代志？是因為人講罷免總統其實文化真懸呢，
这是调工要来拔河，大家士气要提升而已。啊，这个叫丢工病啦，咱咧讲丢工病就是会结子内面拢空的啦，是空真大，还是安怎讲？我看这是朱立伦吼，伊家己为了要保护伊家己主席啦，吼，这是主席保卫战，主席保卫战，吼，因为即马就是讲今日主席这个位置吼无去啊，所以你看伊426时阵是真冲嘛，吼，啊伊是冲啊真头前，啊场嘛是做个袂歹，迄场伊袂歹，老实讲吼，动员是算有成功，所以国民党伊基本上吼，伊的组织是无散去，吼，啊所以刚来吼，游览车来较济吼，啊动员较济人来吼。啊嘛是算讲吼，朱立伦嘛是有民主啦，吼。啊，毋过我看迄场吼，其实426迄场吼，我看是韩国瑜啦，吼，我看是韩国瑜吼，伊是应该是最大的赢家啦。啊、我看吼，应该是安尼，因为吼，你看嘛，每一个人徛出来嘛，哈，甲韩国瑜徛出来时阵吼，大家讲叫伊爱选总统，哦，你讲朱立伦徛出来嘛无嘛，吼，卢秀燕嘛无啊，吼，蒋万安嘛无嘛，吼。啊，所以迄场看起来吼，我是感觉讲对朱立伦来讲吼，敢是吼。弄一个台啊，吼，啊，互这韩国瑜吼，舞台安尼，吼，啊，你讲朱立伦伊今日个加码，我讲吼，520吼，啊，要来罢免赖清德吼，这基本上是真困难的代志，吼，你不管是要罢免还是要弹劾吼，这基本上立法院要有2/3的立委爱同意交法度，哦，你若讲2/3讲罢免，2/3同意，啊，搁爱公民投票，哦，这是一个，啊，若弹劾2/3同意。啊！你即摆搁爱吼宪法法庭吼，爱搁爱大法官爱同意，哦，啊，即摆咱大法官吼叫国民党吼收拾都无去啊嘛，欠足侪项，欠足侪人。对啊，当然即摆有保人嘛吼，啊，到时阵你讲这宪法法庭吼，会使运作，袂使运作，咱讲毋知影。啊，基本上你2/3吼，立法院同意就无法度通过啊嘛，吼，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吼，这是朱立伦吼，伊家己。你的定义就是讲，伊是要保持伊家己党主席的这个。伊就保持伊党主席嘛，吼，伊即摆所有的动作就是要保伊党主席嘛。我你看讲罢免，要甲赖清德罢免2/3，哪有可能？这无可能的嘛。这我就是因为咱毋捌插过政治吼，我是还想袂晓。我们请教杨老师吼，做这个国民党党主席有啥物好处？我知影哦，一个月要赚这个党工的钱了，赚甲一个头两个大呢。干嘛爱做安尼？这个人的想法啦，吼，咱话是看未来嘛，吼，是希望讲有一天吼，这男女会使倒变过来，吼，啊，种伊都有机会啊，对无？啊，无得开，佫会使做个总统啊，对啊，无得开啊，对无？啊，你无安尼，这步步行落去，你永远无这希望嘛，吼。啊，今仔日伊要提出这罢免的这想法，就照刚两位所讲的，吼，当然伊要保伊当主席嘛，你政治人物。无照顾家己，你要做啥物政治人物啊？这是天心主人的代志嘛。哦，所以一定是考虑到伊的权利的这问题啦。好，那现在你要用这罢免这手段呢？这罢我相信有几啊单的意义在内底啦。吼，因为明年都有地方的选举嘛。对，地方的选举对这国民党跟民进党来讲嘛是一个真重要的决战啊。对吧？然后你都要保持这个民众的这热度，哦。搁较保持落去，啊！你保持落去，你即摆都要看有啥物话题无嘛？啊，罢免是一个话题嘛。虽然讲，这朱立伦伊家己嘛心知肚明咯，这袂过啦。啊，就敢若美国看啦，美国当初川普做这总统的时阵，吼，那迄个民主党踮国会嘛发动2届弹劾啊，2届嘛拢无过啊。因为嘛是爱做，啊，嘛是爱做啊！因为你参议院你是迄个共和党占多数嘛，所以要提出以前就了解讲。这到时阵参议院哦，一定会支持这个提案嘛。啊，不过你民主党嘛是爱做，表示讲我这个党哦，嘛是佫有这决心，要甲你扯拼，哦，啊，你咧扯拼这款心情啦，大家保持落去吼，你到明年的时阵，你票都袂散嘛。啊，你即摆若放我冷，讲啊，迄无效啦，咱提出这个代志哦，嘛是一定输的啦。哦，你若是款想法，啊，你一寡党员要哪有这斗志啦？哦，所以我相信伊嘛是就款考虑点再来啦。但是这是用，我嘛是使讲是负面的思想啦。我若是好好做，在地方院好好表现，啊，甲预算甲你好好通过，嘛好好表现。因为咱吼小张会讲到赖总统的这满意度甲无满意度，我先来请教谢弟兄吼，你感觉这个罢免像他两位已经讲啊，这个无可能的代志。啊，为了要保持这个政治的热度，
但是也保持政治的热度，伊马上来面临伊8、9月份可能党主席要换人呢。伊是安怎算的？当然，即马看起来，对朱立伦来讲，吼，当然希望讲，即个会使升格到蓝绿对决啦。吼，因为咱看罢免在过这段时间吼，立委的罢免，尤其是对蓝色的立委的罢免吼，大部分拢是公民的团体伫咧运作嘛。你看这些少年人伫遐，哦，伫咧街头，哦，伫咧宣扬这个理念。所以呢，国民党伫咧这个局势内底吼。的确，哈是劣势啊，哈，过来就是因为不法的联署书的问题，哈，所以对主理人来讲，哈，要把这个议题转化变成是蓝绿的对决，哈，就是一个也会使这个议题上会使提高伊的这个热战的程度啦，哈，咱看到讲，譬如讲这个过去，哈，咱看到赖清德上台当然。拄到的这个国会问题是最严重的，但是问题是讲，哦，国会表现应该是聚焦讲，这几个委员伊的表现是安怎，够有适格无嘛，对无？你若正常讲要面对这个大罢免潮，应该是策略是安怎？是应该是讲，我去证明讲，这个委员做啊拢真好啊，阮国民党的委员拢做啊真好啊，哦，伊对这个法案的议题，伊为什么这个立场？哦，为着这个国家是安怎？应该是做这个改税嘛。因为罢免就是讲我讲你做不好，所以我讲你不适格，所以我要去赞成，我要去联署罢免。但是你要罢免方，你要证明讲我做啊真好啊，你要证明家己啊。这拢是防守啊。但是问题就是，人行起人讲最佳的这个防守就是进攻。啊，你当你找不到讲我会使解释我家己的委员做啊真好的理由的时阵，当然我希望把这个话题能够升高对决嘛，升高对决。恁好，即摆我国会内底国民党的立委吼，面对的罢免问题，有啥做啊？像两位来讲，朱立伦家己有即个政治、即个位置的思考，这对伊保住即个党主席有帮助吗？你安尼手段啦，当然一定有一部分是因为讲党主席即个位嘛吼，因为8、9月就要选啦嘛吼，啊，佮面对讲大罢免这个议题，哈，即摆看起来，这个议题的导向对国民党是无好，所以伊要安怎去讲，会使保持着讲伊未来伫个党内底影响力，吼，会使继续去做伊的党主席。当然，这时阵他登高一呼，吼，把这个议题烧到变成政党对决，伊的正当性就出来了嘛，对无？啊，当然，这侪人嘛是希望讲，伫咧这个盘内底拢有家己的立场啊。譬如讲，咱看到这台北市市长，咱看到这新北市市长，拢有家己的立场，讲要安怎解决即摆危机嘛，吼。但是问题是讲，朱立伦伊即摆只有党主席这个位，吼，所以伊当然想到讲，伊用党主席的这个位置。去拉高层次的对决，对于当然是有家己有这个政治的盘算嘛，吼，伊会计系专业做高算的啦，吼。但是咱即摆四个咱拢讲，人拢讲，恁这种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我来请教到李老师，李老师，你感觉是安怎？当然啦，本来大家拢知影，这个大罢免向上早提出来。其实是民进党的总挑嘛，迄个柯建铭嘛，柯建铭激发出来时，迄个民间团体，迄个迄个甲民进党的侧翼啦，就开始咧炒作嘛。啊，当然，大家咱进前就有咧讲啊，讲这个人数是用个为满，就是讲立委伊的在任的时间满1年以后，才开始发动，也是。啊，未满1年就开始咧做，啊，开始为6月1号开始，哦，正式提出，所以这是法律上就民进党偷走。对啊，对这个来讲，确实有是安尼啊。啊，所以你讲真个是蓝绿对决吼，其实是一开始就是柯建铭就开始咧挑起啊嘛。所以伊当然大家拢知影嘛，伊感觉讲家己的身体、家己的年纪来讲，可能这任是上尾。踮咧立法院上尾一任嘛，所以伊加减嘛想要讲，到时阵议长嘛应该加减做一下。对于来讲，安尼我相对来问，安尼朱主席是按算像头仔杨老师讲啊，无得靠佫步佫转来甲伊过去想讲要竞选的这个总统的位。无啦，照你讲啦，本来一开始吼，
大家拢知影嘛，开始咧即个罢免案开始咧连署的时阵吼，其实国民党一开始的是要安怎讲？低调嘛，就无想要支持即个对决，就感觉讲若低调，大家就感觉吼，较袂讲即个代志。零处理啦。嘿，对嘛，零处理就较莫讲支持即个对决，较袂讲支持，比如讲大家拢踮咧大家踮咧相拼嘛吼。一开始是感觉安尼啊，啊问题就开始民进党开始咧烧的时阵，等即个一阶段，所有35个对国民党的立委的即个罢免案拢过以后，就你们开始发觉苗头不对啊嘛。啊，好，老师你讲较细致吼，苗头不对。苗头不对啊。这是朱立伦的政治判断错误。你应该讲一开始就错误嘛？我唔是我讲，我问你。对，你应该大家感觉讲一开始就错误，因为一开始大家就感觉讲你无应该好像冷处理嘛，你一开始嘛爱针对部分的即个民进党的立委开始咧做啊嘛，一开始拢无嘛，所以大家就感觉讲啊，咱冷处理，慢慢来呢。问题迄当阵民进党厉害就是安怎，伊找一个人去拉高即个仇恨值，像。鲍文琪啊，傅昆萁嘛，伊就摕这个人做一个箭靶，拉高这个仇恨值，所以有啥物，个全台湾这个罢免案有啥物一开始哇，愈推愈顺，因为到后壁变讲是一个讲变讲爱反共，啊，这个把所谓舔共的立委全部踢出立法院，啊，这个拉高这个算是。我知影我左右我有好啊看这整个直播吼，人朱主席也有反共啊，吼啊这个大家都讲啊反共哦，即马头一摆这大场合来，因讲反共哦。其实国民党本来就反共啊，啊问题是大家处理两岸关系的这个手段甲方式无共款嘛，因为咱甲对外，但有当时不爱讲的，心内有啊不爱讲的对。接受无代表咱要投降啊，对无？哦，是这个逻辑。对啊，接受无你甲投降啊，问题咱的接受是讲，咱互希望对外了解咱的想法啊。这题插出去，我过来问来讲，是啊，朱主席安尼有可能继续保持着主席的位无？所以啦。对伊来讲吼，即马就因为就像我头讲嘛，民进党为着要推罢免案，甲傅昆萁提出来支持，所以同款的道理啊。你若国民党为着要反制的时阵，一定要摕一人做目标嘛。啊，你无可能找你要民进党立委遮侪人，你也找一人。所以你当然找，当然哦，你当然找总统啊。啊，大仙人有讲啊，你就找倒院长甲倒过啊。倒院长讲啊歹听，你倒过了，那总统若不爱换咧，那总统若不爱改选咧，伊换人，这是国聪老师的讲法呢。伊换人就好啊。哦，这国聪老师的讲法。对啊，所以对朱立伦来讲，那一个目标底下支持蓝营支持者。大概士气开始凝聚士气嘛，所以即马这个时阵，伊才有发觉讲，即马接落来推落去，伊当然知影无可能会过。啊，问题伊嘛现在维持这个蓝营的士气啊。我要来问李委员哦，因为刷落去，这大概杀入去了吼，二阶段了又就冷静期，差不多个月月，吼，这个月月就是差不多5月末。5月中迄阵时，啊，所以朱主席来发动讲，这个要来弹劾，或者是来罢免掉赖总统，互伊继续有通烧，安尼敢对？啊嘛，快烧会起来无吼？毋是，我意思是讲烧，大家真乃是支持的人，还是反对的人，就更较激烈呢。安尼这步安尼敢对？不，第一来讲就是讲赖清德即摆支持度吼，你讲比朱立伦吼。搁较悬嘛，哦，即马你找一个你的支持度比你较悬的人，你讲要讲罢免，那罢免袂过嘛，吼。啊，当然讲这个时段吼是讲咱5月初，或者公民团体开始吼送这联署书入去啊，吼，差不多41天吼会使中选会会使做一个审查嘛，吼。啊，对，伊就是讲
国民党是用这个时间就是讲吼，要催落吼，讲吼第二阶段吼，这吼，因为第一阶段吼，为着因家己的罢免。对啊，第一阶段是35-0嘛，吼，啊，所以因感觉讲，国民党吼，感觉讲啊，这袂使吼，真闹气吼，啊，你讲大家吼拢骂这朱立伦吼，讲啊，你是安怎吼，当初就错误吼，要恁处理吼，无要处理吼，啊，过国民党是吼一错再错嘛，吼，一错就是讲吼，当初的时阵吼，伊是讲这。公民团体吼无法度啦，过年的时阵，大家拢记过年，哪有过年给他连署吼？啊，但真正在公民团体拢给连署呢。啊，所以看这吼，唔是啊，吼无法度啊，啊，所以吼一错再错，再错就是讲吼，安尼要安怎35-0吼，啊，这真歹看嘛，啊，所以用抄的嘛，啊，所以用抄的，佮是即马讲较济，包括讲台北市、新北市、台南、吼高雄、宜兰、嘉南，这检察官拢去查嘛，因为咱家己嘛去提出告诉嘛，吼，讲我家己的部分吼。161个死亡的人数，啊，这无可能嘛，吼，这无可能讲去连署了就死亡嘛，这拢是死亡了，这名单吼，共款国民党摕去抄的，啊，所以即马就是检察官拢去查遮的，吼，啊，这就是讲表示讲伊受到检举，遮拢是这名单拢是用抄的，吼，伪造的就对啊，吼，啊，所以就是讲我是要讲伊国民党一错再错，一错就是吼，你看这国民团体看袂起嘛。你安尼就这安尼政治的议程吼，你甲算看卖。这是一个好计谋吗？你讲朱立伦讲的，吼，你讲因为你就有冷静期嘛，啊，可能是6月初，要来进行开始第3阶段的宣传嘛，对，吼，算做要竞选了嘛，就差不多40天过，差不多就是6月初的时阵6月初嘛，6月初的时阵，差不多，若是讲审查出来，就差不多15至20，吼，国民党可能这立委的。过第2阶段，啊，第3阶段就是要转票嘛，吼，啊，所以，国民党的罢免是较新，啊，若是讲国民党的罢免，民进党是较后壁啦，吼，啊，所以伊就是爱维持讲这个力度，啊，所以朱立伦才会讲，啊，无咱即马用罢免好啊，吼，伊拄来用罢免，伊无其他方式嘛，吼，啊，所以即马就是讲用要罢免赖清德的方式，吼，啊，要来维持，吼，要来罢免民进党这个力度，吼，我是感觉讲，第一个就是讲赖清德的支持度虽然有落。啊嘛是国比国民党，吼比民进党的支持度嘛是国共款较悬啦，吼啊所以讲你要用罢免赖清德的方式，啊你要维持讲这罢免力度，我是感觉讲吼有这困难啦，吼啊尤其咱即马立法院吼开始就要审查讲吼这行政院送出来吼条例甲预算吼这有关关税这问题吼，啊我讲就是讲即马立法院吼国民党甲民进党的立委吼。即马拢较有站杂啊，吼，拢大家好，即马拢有站杂啊，有较乖啊，就好啦，有罢免吼，罢免压力淡遮，吼啊，所以吼，因即马是较有站杂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吼，大家有选甲条例会使来讨论，啊，袂像以前安尼吼，规拢甲你吼并调讲，啊不，这就是吼，无要你讲，无要你通过。委员，你有闻到这个立法院开始这修正的这个路？有啦，就你无看讲，即马就是每一个委员讲话拢真犀利，国民党委员讲话拢较犀利啊。哦，伊就是惊讲吼，讲话佫讲唔对吼，会为家己的罢免吼，对啊。哦，咱先来看今日早起发生什么代志，啊，叫互杨老师来这解说一下。因为哦，这第一要因应着吼美国政府对等的关税，那么行政院呢已经通过规模新台币4100亿特别条例草案哦，行政院院长杜永泰今日亲身去立法院拜会着朝野党团，寻求支持。啊，不过在野党嘛是爱讲者，讲吼只有930亿会用在产业，其他60%的预算哦，拢甲关税影响无关系。认为行政院长哦是甲进前向产地的总预算，趁机会来补回来。啊，感谢呢。但是我也看到，补总调甲杜院长嘛是握手啊，大家大心啊，这是怎么回事？来看卖。伊来上台，国民党团总调鲍文琪邀请前来拜会，行政院长杜永泰当责任再起加比，因为应对美国政府对顶关税政策，政院即摆提出4100亿特别条例预算，杜永泰特别拜访朝野党团，寻求支持。鲍文琪头一摆对总预算改动案释出善意，也毋过讲到特别预算，犹原也是无啥顺利。行动案，我们非常乐于也欢迎行政院提出来，我们一一来做检讨。特别条例是非常紧急事项来提的，因为如果非紧急事项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提追加预算？我们都希望来做行政院的后盾。不过呢，我们也必须向全国人民清楚地交代，人民的纳税钱是怎么样来使用。这一次的特别条例，我是希望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效率，让我们4100亿的特别条例将来的特别预算会全数挪用以前的税基剩余，不会举债。虽然政院唔望伫上短时间通过特别条例甲预算，不过在野党团集期，其中只有930亿属于产业支持面向，其他6项预算甲营养关税无关。认为政院是将进前防产检的总预算，趁机会要补倒转来。4100亿，这3年怎么分配？每一年的预算，它所支撑的计划是什么？我看了这个只有骨头的条文。那我到底是要同意还是反对？老屋重建跟因应美国高关税到底有什么关系？后续的讨论，我们都期待立法院朝野能够捐弃成见，不设前提，能够正向理性的来对话跟讨论。对比民进党开开牌顶现停行政团队到阳台亲自拜访，亲像游玩，真歹说服南北党团。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我看到这个新闻吼。当然像李委员讲，这气氛听起来大家吼，口吻拢较温和共款。我请老宪角先来看一下，这气氛你安怎解读的？老师，这要决战以前，当然大家嘛就是先礼后兵嘛，要决战啊，要决战啊！我感觉这无讲安尼顺顺都去通过啦。因为你在野党的立场，你另外这受康受胖对吧？你这计划内底有些无合理的所在，你另外提出嘛。对吧？那民进党做一个错误的代志，民进党首先有举行这外总统甲这个党院长两个人拢有做一个啥物十届的这个倾听之旅啦，踮咧全台湾各地去访问一寡去参加一寡产业的这个座谈会嘛，听讲伊的意见，照讲你都要听这个人的意见，再起来编的这个预算出来嘛。你若今日所有的这预算这4100亿。拢是地方反映出来，你感觉有需要去做的，你再甲写在内底，我相信今仔国民党唔敢反对啦，一角都唔敢甲抬啦。毋过你唔是嘛，对吧？你地方的产业哪会讲你提出讲，比如啥物国防能力啦，这方面的这个建议对吧？因为地方的对这个问题是较无关心嘛，所以你既然你有做这个10届这个地方的倾听之旅，你是不是把这个地方的这个声音？马拢甲提出来，我因为踮咧这某县市某所在，一寡即个地方的产业有提出来讲安怎做，你这两个拢敢若无关系共款的，你地方倾听之旅是地方倾听之旅，你编即个4100亿，家己关门去编列出来嘛，所以你安尼你就互在野党不服嘛，在野党就认为讲你这乱编，你甲产业有关系，才930亿安尼啊，所以伊互伊。找到一个话头来反对嘛，来攻击你嘛，所以我认为讲后壁的这个辩论还有在看，有在看，嘛会继续落去啦。还有在看吼，但是我是刚看了讲，第一，咱当然今仔日有民调出来，讲赖总统的满意度47%，无满意度唔系47%，蓝山的我就莫讲啦但是其实。就一个就任一年也未满的，总统来讲，这算100啦 ，OK 啦，就无讲太差啦。这个满意度吼，我小可有一个疑问啊，像大多这议员吴议员嘛提起过，即届的这个罢免的这运动拢是一寡少年人行咧头前的啦，一寡连署站拢是一寡少年人咧拍拼咧做啦。结果踮咧这调查内底，上无满意赖总统的是少年人咧，年纪60岁以上的对赖总统颠倒感觉上满意、上安心吗？这就是真矛盾的一个所在啊。所以这规个这调查伊的可靠性是踮咧倒位，我是感觉讲会使个探讨啦。因为这真歹讲，因为咱老实讲罢免是到目前为止2阶段是爱超几分之几啊嘛，真算作是少数嘛，有人徛出来嘛。但是。这个无满意度，甲满意度，我先请教吴老师，你的认为是安怎？我是感觉讲咱这个
议题吼，伫咧遮吼，伫咧看这时阵的民调吼，会感觉讲做混淆的嘛吼，你感觉讲这罢免这国会的委员啊吼，啊第二偌清楚的总统的这个民意支持度啦吼，但是问题是讲。咱即摆咱看着，咱看大罢免是针对即个立法委员伊的适格程度嘛，我都一直讲这适任程度嘛，啊，但是问题是讲，看那拢看到总统遐去吼，啊，当然你讲总统做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伊当然爱有即个责任吼调解嘛吼，但是问题是讲，咱看到偌清德的支持度依旧还是保持在这样一个高度嘛吼，但是问题是讲你即摆佫要讲要甲罢免要甲弹劾，但是即摆佫牵涉着讲要讨论中这个国会罢免，我感觉这有时候这个议题上你很难找出原因在哪边呐。你若讲即摆偌清德当然伊的满意度有约略的下滑，比上一次约略下滑，但是这过程当中有包括美国的关税啊。咱看到咱股市啊，会影响啊，这等的问题，拢影响到民众对于即摆的生活，还是讲对于即摆未来的看法有一个影响嘛。哦，所以我感觉讲，这嘛无一定讲哦，咱看到，譬如讲咱拄仔讲，咱看到这个少年人，好拄仔老师讲到，这个少年人去罢免联署，啊，但是少年人对于偌清德的总统的这个支持度比较低，好，但是但问题就是啥，这少年人去联署，去推动联署罢免立法委员，是因为因感觉讲这几个立委表现无好啊。哦，无因表现受超过啊，还是安怎无满意嘛？但是对总统的想法，可能想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伊主持这个国家，还是讲即马国家面对的这外部内部的问题，或者反映出来的态度是无共的吼。所以当然，你即马咱即马要交叉两件代志来去做分析哦，到底问题是伫对？当然，咱这个想法来讨论。老师，我提供你一个参考吼，这是历史性的参考啦吼。我查到哈，2009年马英九总统啦，吼，迄阵时才拄啊当选一年啦。这甲做的咧，晚件杂志甲做的啦，无满意度46.1%，满意度40.7%，拄啊蜜月期啦，哦，拄啊，这一年啊，卡头啊，吼，这个2018年蔡总统。蔡英文总统，哇！你大家会记的，这一例一休啦，啥有诶无诶啦吼，无满意度70%，啊满意度23.8%，吼啊当然我相信我也赞同老师他讲，啊这就是罢免是罢免，这是按两个参考，但是另外一方面吼，我感觉啦，真侪一般诶民众无亲像四位这内行啦。所以伊咧问的时候，我就是讨厌啦。对，咱看到一个民调，一定问题足侪嘛。啊，交叉咧问，当然你有对伊讲啊，不讲我问讲啊，即马你对即马国会表现是安怎？你感觉即马国会的即个情形是安怎？啊，看看搁来问讲你对偌清德总统的满意度安怎？绝对拢会影响到你进行回答的答案嘛，对无？啊，搁来就是讲咱看外部的这情绪嘛，唔单讲咱国会的问题，咱搁有。关税的问题嘛，这人民生活的问题嘛，影响到嘛，所以我感觉讲，即马当然都要嘛讨论讲咱即马特别预算的问题，对，咱当然这爱需要讲行政院需要对社会来沟通哦。如果国民党那是好好啊，伫这里反映，甲民进党来好好制约，像他杨老师讲，你这我甲你抓出来，哦，啊你就要好好用。啊，某种程度虽然有抗争，但是最后是合作。理性的讨论吼，我感觉社会是期待是安尼啦。咱去年咧看台讲新的国会组成哦，毋是讲安尼会影响到罢免袂？当然影响到，我感觉是会影响到。吼，你若讲朝野伫咧立法院有一个共识，还是讲有一个理性的讨论，对国家发展，人民讲这对国家有好的发展。哦，当然这罢免的这个。氛围啦，吼，气氛会较强啦。但是即摆你咱看到国民党，伊即摆是只想要烧战嘛，朱立伦嘛想要烧战嘛。你若讲这议题一直烧落去吼，我讲对国民党即摆罢免的问题吼，会愈来愈头痛。为什么？你蓝绿对决，过来你独蓝票就足济啊。我听到人报中调讲，我要做行政院的后盾呢。我感觉这是要安怎判断呢？李老师？
当然啦，你若讲即马即个后摆，即马后壁后边吼，立法院伊面讨论即个特别即个特别条例预算嘛，4700亿嘛，所以即个代志吼，比如讲哪甲立一定点要还佫白，一定点要即立法院开始，不管是战还是合作，一定加滚起来啦，一定会啦，火花一定有的啦。按你讲新品企业点要讨论嘛，一定有啦，吼嘛一定有啦，因为对咱产业的支持，一定大家照你讲，三党应该拢袂反对，吼啊问题就出点要讲，这内面足侪物件是。行政院、行政院即马就全部甲掺落去啊！变讲啊，我提出这4000亿，是为着要帮助咱的产业嘛。啊，问题看起来无完全是安尼啊。但是老师，你也算做地库嘛吼？难道国民党主席迄边都无来甲恁问讲，即马上好的策略是啥物吗？你譬如讲，啊，恁好啊讨论，像头仔吴老师也讲啊，你若是预算好啊想，对着即个罢免的气氛就较降落，啊，这毋是真好的对策。当然有啦，啊，问题阮都嘛无用，我都直接甲讲嘛，对无？啊，问题就是。你即马对着电视甲讲。迄无用咯，因为还未决定啊。哦，啊，问题就是讲，因为即马你为着内面的物件，即马大家拢看嘛，即马4700亿内面吼。为着产业的支持来讲，即间偌济900多亿啊！啊，剩的咧，什么国土韧性、社会支持，啊，问题这加因应产业的支持无共款哦。我应该摕一个数字互看一下啦。韩国啦，即马伊嘛为着即个总统选举咧，大家咧看嘛。啊，无即马咧代理政府来讲吼，伊已经变偌济。变新台币8250亿新台币，要去支持因的半导体产业。8250亿。所以这赛事我无啥概念啦吼，但是韩国人口比咱侪足济。是啊，问题伊是为着半导体的产业加就已经变。8000多亿的预算，啊，佫无算别项哦。哈，啊，咱为着咱全部的产业，加变无到1000亿。哈，啊，敢会讲咱对这个对顶关税的冲击，台湾敢会比南韩国较少？我老实讲吼，这当然会讲者。所以对于咱即马来讲，我即马上惊是安怎？是讲你即马行政院就是讲，我即马变落去。你国民党，吼，为着你家己的立委，你踮咧立法院表现一定会较保守，唔敢乱，胡乱删减。你若胡乱删减，我一定诉诸民意嘛。诉诸民意讲，你吼就看嘛，佫是国民党立委讲咧。无人头早国强老师也讲，你这敢骨头尔，我看无捌，你是要叫我讲同意也无？所以你讲，这就是讲，到时阵这个各自的宣传内面，这就是。这样看咯。委员，你敢有看到这个4100亿的这个草案的这个内容嘛？啊，930亿有我相信恁地方也有产业要界的人来甲恁反映嘛。这情形是安怎？本来是编880亿，吼，啊，尾仔就是讲吼，行政院包括总统吼，佮咱个产业界吼有去了解吼，啊，所以吼，佮增加是中小企业的吼，增加50亿。啊，所以是930亿，这是甲产业较有关系。啊，另外咱嘛去听吼，真侪讲咱产业界嘛讲吼，这电是袂使吼卖去，吼啊，所以互佫编1000亿哦台电，吼，因为本来吼在亚党甲裁掉嘛，吼啊，即摆佫加入来，好1000亿，吼啊，互台电就是讲吼，看今年吼电价看会使卖去，较稳定，系稳定电价。吼，你若是电价稳定吼，其实你其他物件就较袂遐起啊。无价就袂起。啊，其他有诶是包括讲国家安全的啦，吼，啊个包括一寡吼，甲科技、甲教育有关系。啊，这我是感觉讲拢会使讨论啦，吼，就是讲在啊段是感觉讲你4100亿，第一点是讲产业伤少，930亿无够，吼，啊看你搁要偌济，拢会使来讨论，吼。啊，这是真好一个讨论一个方式啦，吼。啊，不过你这条例吼，本来吼每一届这特别条例吼，拢是
纲要式的啦。其实吼，你看每一个条例拢是安尼啦，吼，毋是讲吼我即个条例吼，敢若是骨头啊，尔无吧？敢若医生安尼。对，你因为这吼，这特别条例拢是安尼写的啦，吼，啊，所以你就是甲重要的所在你甲写出来，吼，啊，当然咱的有算吼，这是肉，吼，啊，你个特别条例算是吼钢架，吼，你讲要骨头嘛会使，吼，啊，所以有骨头有肉，啊，甲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吼，行政院一个方案就对啊啦，吼，啊，所以我就感觉讲。这去讲，若去讲吼，在野党无若是会使无共款意见要提出来，我是感觉吼，行政院嘛是会使接受啦吼，因为这毋是讲你上来就是铁板一地，你无法度讨论的吼。啊，所以大家民众嘛会看嘛。啊，拄我问讲，若是民众看了讲，这国民团体看了讲，若是在野党吼，若是讲会使理性来讨论吼，咱遮有算甲条例吼，安尼罢免会小气氛会较停了。我是感觉安尼吼，拄啊，大家感觉讲吼，就是吼，因为罢免。哦，啊，所以在野党吼，甲会理性来讨论，表示这罢免是有效的，啊，所以要继续罢落。你若无甲罢落吼，这2个月了，哦，啊，若是讲这罢免无搁继续落吼，2个月过去啊，吼，还是讲罢免无过啊，哦，这在野党搁出来嘛。啊，所以这国民团体一定是想讲吼，这表示讲咱做对啊，哦，就即马在野党吼，在野讲爱理性来讨论。但是安尼对哪有人来讲，啊，这是要叫我如何咧？我就是安尼表示讲，安尼才是正常的国会。哦，恁过去1年前吼，恁就是讲吼乱胎无算，吼啊通过一寡吼违宪的法案，这都毋是一个正常的国会嘛。啊，安尼就是冷静的讨论，你若安尼讲落去，啊伊就变伊讲安尼不管如何，我这条路爱杀出一条血路，就一直无正常落去。啊，无正常就叫罢免嘛。吼，啊，这嘛是互因一个赎罪一个机会啊！吼，最后你做一个立法委员吼。但是你讲，一旦若赎罪，那嘛是感觉讲吼，你就是我教乖去，继续甲扒落去。啊，就是安尼啊，咱是民意代表，咱民意代表是讲吼，做无好就是叫罢免啊，这本来就是安尼嘛。所以使安尼想啊，所以这国民团体一定想讲啊，表示讲吼，咱即马做的代志对的，吼啊，所以在野党即马愿意吼，大家来认真理性来讨论，吼。啊，所以国民团队基本上是讲吼，这若是继续做对的代志，行对的路，就是安尼继续拼落就对啊。余老师，你安怎看？观察咯，无遐尼乐观啦，哈。那这个罢免哦，咱新闻我回顾一下哈。毋是咧，当然啦，有讲啊，你安尼有算乱台吼，啊，你安尼通过一寡安尼虾米你所谓的这违宪的这个法律啊，对，所以阮要甲你罢免。这理由是有，啊，不过上主要的理由，上主要甲这个人靠到的呢，是填讲啊，是讲恁这个人，恁这个议员拢走去大陆啦，啊去甲大陆示好啦，安怎啦，吼，所以来继承这个势力吼，要甲这个议员罢免。啊，你填讲，这就是大家基本的这个信用的问题嘛。我是讲利用，比如讲我做立法委员，我认为讲咱爱大陆。爱维持一个和平，吼，爱有生理上的这往来，吼，等等这个想法，啊，这个想法你都曹新成这个人就讲做填国啊，你卖台啊，对不？啊，你这个要安怎去妥协？你要他找到中间点，两边拢会使接受的，无可能你甲逼做在台湾这，互恁分裂甲这倒边甲正边这两边啦嘛，无可能有妥协的这个空间啊嘛。哦，所以我要提醒这咱观众，甲咱所谓这测政治的这个朋友吼，咱唔通讲关的问讲咱台湾要安怎打安怎打哦，迄咱家己厝内的代志哦，唔是安尼哦。咱头路讲啊，讲6月要投票啊，对无？6月开始要投票啊，6月嘛拄好是美国的关税这个90天的期限已经到啊。啊，你90天期限你若无处理这外政府若无处理好势。到时阵对台湾的产业的这个造成的这个破坏是真可观的、真可怕的，是历史上唔捌发生过的呢。哦，所以美国这种是要你缩小，咱即马对美国的这个贸易的出口有差不多650亿左右啦。哦，伊是要甲你缩短这650亿哦，要甲你这个咱台湾中央政府所持有的这个国债，哦，美国国债，哦，要甲你拍到那么100年的免税哦。啊！你台湾敢有这能力去甲美国对抗，甲美国去谈判？哦，所以真大问题。啊，中共嘛踮遐咧虎视眈眈哦，中共嘛毋是讲踮遐用踮遐咧看戏安尼哦。咱台湾对伊有差不多700几亿的出超哦。
伊2023年已经通过这个关税壁垒调查，讲咱台湾有一寡做法，哦，这个违反这 WTO 的这个规定，哦，对于做出不当的这个贸易限制，安怎等，伊这责任嘛随时要办出来哦。啊，这两项若拢安尼同时出来的时阵，咱台湾的经济有法度承担无？哦，咱台湾这农业，尤其是农业吧，因为咱卖大陆的真大宗嘛是讲农业啊。啊，这到时阵，人若是讲到6月爆发出来的时阵，哦，咱本来是讲大家用啊，看这农教小家，咱看了真好看，哦，啊，到时阵，你家己的生活产生这个冲击的时阵，你是不是会使安尼冷静来看待这款代志？这是咱大家观察。老师的提醒吼，咱来参加的这个来宾拢有讲到这点。其实目前还佫有这个关税的代志。咱来看这个民意调查内面吼，也有讲到讲啊，这个政府啦安怎，啊嘛有人讲，关税嘛真重要。不过我要问的是，他拄老师讲到一项，就是讲我要支持两岸和平，啊，而且要求讲要甲对华会当做生意，如何会当卖去互当作是天讲？吼，这项代志敢这无法度分清楚吗？我要请教吴老师，敢安尼这无法度分清楚？因为有诶，譬如讲，比如某一个国民党诶人物讲，啊，即马就规气咱就甲川普啦，避免吼开放陆客来台湾。啊，但是我所知，即马是目前是团客。即阿哥咧想讲，哦，咱要拜托伊来，要互伊来，啊安全，但是人伊无爱嘛，啊，这个气氛就咩？但这会当讨论，啊，不过是要安怎来分这个田讲不田讲安尼？对，我嘛感觉这是上，这是我嘛这苦恼的问题啦。老师苦恼哦。田讲甲清讲吼，这个标准吼，应该是讲最清楚的。哦，但是那舞来舞去，敢讲哪人拢看无吼，还是国民拢看无吼。啊，第二就是讲，拄啊主持人嘛讲着吼，这个某蓝营的一个曾经是高层嘛吼，伊讲这对付川普的关税的是爱倒向中国迄边啦吼，但是事实证明吼，好佳在咱无安尼选择吼。好佳在迄阵时，咱选择的是正确的方向吼，无咱即马可能会愈惨吼。啊，搁来拄啊老师嘛讲着。90天吼，因为当然这个议题，咱会看到讲90天这时间啊，离按眼前的差不多快到下个月就到了啦吼。但是问题哦，美国迄边嘛一直咧讲吼，这可能这90天会搁延期啦吼。但爱看双方安怎去讲啦。我刚刚讲，以今嘛的态势来讲吼，压力绝对伫咧中国迄边吼。啊，台湾当然咱爱准备较好啦，咱嘛是爱甲美国来沟通啦吼。好。啊，咱讲到这吼，咱就当然咱看到讲，这对当然外部的问题吼，美国的问题，也是讲中国的问题，当然对台湾的影响是真大，无错。但是咱即马看到的是咱国内底吼，咧处理国家的利益、国家的路线，吼。你也讲我今仔日讲对啊，我讲两岸的这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向也是。迄路线吼，会使调整策略调整，无共。哦，但是你爱讲着讲，这对台湾来讲重要是伫咧对。啊，即马中国的问题是咧对。就譬如讲，咱即马咱主持人讲着，为什么有人讲啊？无咱即马就搁卖甲美国相好嘛？咱就甲中国建立关系吼，伊的中国企业会使来台湾投资。但是问题即马中国的经济问题，伊敢有法度咱搁期待的安尼？有法度客观的期待中国是咱面对美国关税的路线，吼的方式啊，吼。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侪人咧看中国的问题，即马看中国，佮留咧20当前咧看中国，吼，你佮留咧30当前咧看中国的市场，即中国的问题是大诶吼，伊内地问题佮对付美国，啊，佮来就是讲，咱即马。国内嘅问题，当然，即侪立委吼，尤其是哪样嘅立委啦，吼，你甲中国嘅关系，说来说去都
讲袂清楚啊？为什么你去中国开会，哦去香港开会，你讲你家己是中央政府？我就讲，这个就是咱看到一个立法委员咧处理两岸关系的当中，国家的立场伫对，国家的利益伫对。哦，你的角色是啥？老师，这种无法律通好来规范呐。像今日迄拜登的吴老师，佮去讲要来参加这个中国政府参加中国政府因协办的啊，这个活动的征文比赛。征文比赛。啊，这嘛哦，这嘛咱才知。咱两岸的两岸关系条例有相关规范，这像这有规范，还是有规范的。就讲我袂使禁止报中调去甲王沪宁来见面啦。当然，这就是咱即马偌一个总统进前讲过吼，咱17项的这国安措施啊，要安怎提升咱有关这个国家安全法治相关的建设，这是需要，所以有这个策略嘛。这个策略，譬如讲哦，你民意代表要去中国，你爱登记嘛，你爱互咱的民众知影讲你去中国做啥物，你为什么要去嘛？啊，你爱社会知影讲你要去做这哦，就袂讲哦，大概去拢偷摸摸，还是讲哦，你爱高山。人因拢有讲啦，但是去就去，哪有啥物了不起？对，去啊有讲啥物，有交代啥物，私底下有啥物互动。这部分，你做一个民意代表，你本来就爱受到民意的观察吧。但是问题讲，咱即马爱建立这个制度，咱要有这个机制，哦，可以透明化这个行为嘛，吼。当然，每一个我会问这吼，就是我年代吼，是为我头仔就讲吼，咱树立了人，朱主席就讲，我反共啊，吼啊，这下人嘛讲反共啊，迄个周万安嘛讲反共啊，吼。啊，反共那既然有共识，大家好好来讲，要按照反共。就是因为罢免到这个程度，甲讲反共嘛。过去那无爱讲，这问题，咱就卖做检讨过去啊。人这个韩国瑜嘛讲，就反对军演啊，你鸡丝头去收转去啊。啊，如果有这个基础，敢有可能啊？咱国民党。无啦，因为即马吼，你讲两岸安怎交流？吼，安那互动吼，这个关系当然南甲绿的甲白，大家这三党的这个立场甲这个策略是无共款的，大家拢知影。哦，大家拢知影。罗总统嘛讲啊，伊嘛希望讲两岸的健康来交往啊。所以，若对伊来讲，伊无反对嘛，伊嘛无反对两岸交往。咱两岸为虾米即马无法度一刀切来？无为虾米？你若讲这样对咱台湾的威胁，为什么罗总统卖甲ECFA法规矩废掉？ECFA用个片面废掉，只要提前6个月通知嘛。你就讲，阮年底不爱算啊，嘛应该啊。为什么罗总统到即马拢唔讲？卖讲罗总统啦，为什么蔡英文总统8年拢唔讲？对不？因为知影嘛，咱台湾足侪产业对这个对咱来讲，咱这大陆的市场对咱台湾足侪产业嘛足重要的啊！即马台湾两岸的这个经贸来往嘛，差不多占台湾的3几%，比进前国啊路共一个无唔对。所以我上这嘛是3几%。李老师，我问你吼，你建议执政党来讲啥物，还是做啥物？啊，好叫伊拜托的，你这飞行机卖安尼飞来飞去。我当然啦，总共的这个飞行机啦，这个军舰来台湾啊，点样嘛？唔是来台湾，点样罗拉索哦。其实国民党嘛反对嘛，国民党其实嘛反对啊。国民党早就讲足侪届啊，问题就是像曹新成就话，大家咧讲啊，你填讲嘛，因为对即马来讲，你要炒作大罢免来讲，填讲上有效。所以报中调有去甲王沪宁讲，你拜托做好心，你飞行机卖那么射来射去。当然，这有私底下有咧讲，我讲都当然知影。当然，因为这私底下大家咧去讲，因为你讲，为什么规定讲，这个台湾的民意代表呢，去这个大陆访问的时候，爱去定义安怎？其实照你讲啦，莫讲对去访问大陆啦，照你讲啦，对美国来讲吼，美国国会议员去倒遐访问的时候，伊拢爱登记。哦，老师嘛赞成。伊拢爱定期，不止家去美国，你讲即马美国对中国来讲，
因嘛是有人去访问啊，那无去访问。意思无共款吧？来你啊，但你有赞成讲爱登记者啊？这敢有效啊？无效啊？什么填空不填空啊？呢？这当然莫讲登记啦，你至少爱报备啦。吼，阮即马国安法案是甲报备尔，毋是报准，吼是报备尔。是讲你要去中国，我要来去哦。啊，你就做一个记录嘛，吼，讲表示讲你有去，因为咱即马讲。包括讲立法委员吼，咱逐工吼开会啊，报告较济，有一寡机密的文件伫内底。啊，你讲你要去中国，敢免甲大家讲你要中国要创啥？这一定爱的嘛吼。啊，不过即马就是讲，咱即马这法案拢去国民党、民众党做掉的嘛，还没有进入实质的讨论哦。程序委员会有个动掉的，哦，这是无应该的嘛吼。啊，是讲啊，即马另外讲吼，其实吼你讲台湾毋是讲爱做啥物代志，而是讲无做啥物代志，哦啊，所以。中国飞机袂使飞来，中国飞机本来就不应该飞过来。